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 岛，又搁到咱小解语词的时间啊，请大家做伙来听看卖。台语在形容温度的用词确实是袂少，咱今仔日捡上基本的来和大家科考一下。我会记这囡仔时，有时啊是伫寒天出门穿真少，有时啊是热天穿甲规堆的。迄当阵，老爸啊老母就会甲我念一句讲：毋知寒热。囡仔人界性就对温度的变化较无遐敏感，无像年纪较大咧，人煞变甲惊寒也惊热。这个寒甲热，毋但会当摕来形容天气，嘛会使摕来讲家己身体的感觉。热天、寒天，感觉寒，感觉热，毋过就是要咧摕来讲物件的温度哦。就亲像讲，一鼎汤拄煮好，要放去饭桌，若有人伫附近，咱喙拢会喊讲：烧哦，烧哦。就是咧叫人爱细字，毋通去互烧汤烫着。若准讲去冰箱摕冰角来垫伫手呢，随就会感觉到冰角冷吱吱。所以爱注意，咱咧讲物件的温度无咧用寒热，敢若有讲烧冷。人甲天气才有讲寒，才会讲热。讲到烧冷，有一个趣味的所在。咱无咧讲天气会烧，毋过咱有咧讲天气会冷。我感觉若是咧讲天气，寒甲冷的程度是差不多的，毋过两款拢比凉的温度较低。凉差不多就是袂热，身躯爽快的程度安尼。当然，咱台语咧形容温度的字词袂少，毋是干那头前有讲到的尔，手凊。烧热、乌寒、翕热、冻、拗翕，这等等的，拢是咧讲无共的状况。有趣味的朋友会使搁家己斟酌科考一下。总是温度用字济款，烧冷寒热着分明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。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